抓住他们！哎，我认识，你是少林寺的师傅虚竹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那个人是少林和尚。胆小鬼，只想到逃命。谁在说话？我是你姥姥。小妹妹，别闹了，现在很多人等着杀咱们呢。你快进来，我背你上山啊！快，来呀，快呀！吴老大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杀！管他什么少林武当，连那个小和尚一起杀死。咱们人多，分头追，就是搜山也把他搜出来。公子爷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当然不能欺负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和尚，是不是，公子？慕容公子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是不是啊，慕容公子？小妹妹，说，你这个戒指从哪儿偷的？啊，出家人不可偷盗，这是一位老前辈给小僧虚竹的。胡说八道！你是少林和尚，他怎么可能把戒指给你？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抽了你的筋，扒了你的皮，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妹妹，喂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你小小年纪，这也太无礼了吧！你叫虚竹？嗯。林玄慧虚，你是少林第37代弟子。玄慈、玄悲、玄苦、玄难这些个小和尚都是你的师祖。说呀，我问你话呢。你说的是不错，但你称本寺方丈大师为小和尚，这也太无礼了。这个，我和他师傅灵门大师平辈，我叫他小和尚，有什么无礼呀？啊？你到底是谁？还问？要不是我看在你救我有功，姥姥早就一掌打死你了。姥姥，请叫你尊姓大名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我问你，你这戒指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戒指确实是那位老前辈给我的。小僧是少林弟子，实在不能收受。可当时那位老前辈快不行了。快不行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死了吗？啊？他长什么样子？快说呀！啊？他胡子很长，脸很白，长得像个老神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不能死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可能不行的。他一身武功，一身武功，一身武功。你，臭和尚！乌鸦子一身武功，他不散功，他怎么能死？说，你在哪儿遇见他的？啊？你说的是聪勉先生苏星河的师傅吗？废话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居然敢说他把戒指给你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大胆之极！小僧没有骗人，小僧确实是在一个山上，无意间破解了那个真龙棋局，就遇到老前辈了呀。真龙棋局几十年来难倒天下多少人，凭你也能解得开啊？凭小僧自己自然是解不开的，但当时聪勉先生逼小僧落子，
小僧就闭上眼睛胡乱下了一子，谁知道误打误撞就给解开了。哎呀，罪过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么可能？快钻进袋子里面！快点，快点！他们追来了！快呀！你先来跑，留下满地脚印有什么用啊？那怎么办？上树啊！啊！上树！哎呀！这树这么高，怎么上啊？他明内力不弱，怎么武功这么差？连这点粗浅的轻功也不会，你提起跳一跳试试。好。嘿，哟，呀，呀！哎呦！啊，姥姥，姥姥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小和尚，你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敢压我，总算对姥姥有礼。姥姥就教教你轻功心法，听好了。上月之时，双膝微屈，提气丹田，等觉得真气上升时，就放松筋骨，气压玉枕穴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。那我先自己试试，别再摔着你啊！是什么事？回来没时间了。姥姥教你的没错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！你下来吧！啊！听见没有？快下来！好，快下来！哇！小和尚，我渴了。哦。看你的样，真没出息！这么点粗浅的功夫也能乐成这样，快点！是。给我握握的，你的内功不是少林的，说，跟谁学的？这是乌鸦子老前辈临死前传给小僧的。乌鸦子老前辈先化去了小僧的少林内功。看来乌鸦子真是把逍遥派掌门之位传给你了。哎，到那边歇会儿。小和尚，过来。姥姥，这么说，乌鸦子真把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传给你了？是啊。
老前辈是这么说的。什么老前辈？乌鸦子是你师傅，你怎么还叫他前辈？这个姥姥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改投别派的。那你是不愿做逍遥派掌门人了？我当然不愿意了，小僧是少林弟子。那好办，你把戒指给我，我替你做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。姥姥，你来做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给。乌鸦子还给你什么了？哦，乌鸦子老前辈还给了我一幅画。画？他让我去大理无量山学什么北冥神功。什么画？哦，打开。他要这贱货教你武功。他要死了，还不忘这个贱货！饿了吗？还真是有点饿。这里有很多羚羊，还有梅花鹿和竹鸡。我教你一门平地快跑的轻功，你去给我捉些来。啊，姥姥，出家人不可杀生，我是宁可饿死，也不会沾荤腥的。贼和尚，难道你从没吃过荤腥吗？小僧曾经受人欺骗，吃过一回荤腥，但那是无心之失，佛祖不会怪罪我的。反正现在要我杀生，我不干。哼，你不愿意杀鸡杀鹿，却愿意杀人，岂不更是罪大恶极？我什么时候愿意杀人了？等太阳到了头顶，我要是还没喝到鲜血的话，就死了。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喝鲜血啊？我每日中午要是不喝鲜血，全身真气沸腾，那么我就活活烧死了。不杀生是佛门第一戒，让我杀生我办不到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来呀！他们在这儿呢！快来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！姥姥，那个岛主，还有那个，你过来，我教你几手功夫，你去把他打倒。我不杀生，不算破戒吧？不杀生就好。可我怎么打得过他呀？笨蛋！乌鸦子是苏星河和丁春秋的师傅，他把70多年的功力都传给了你，一个破岛主怎么能和你比？跟我学，伸出右手，真气运到左臂，跟着左手食指点敌人腰间，一定要准。要是有半分差错，不但连敌人也打不倒，自己的命也得丢，知道吗？真是太笨。小和尚，你逃得很快呀！看你还往哪儿跑！啊！怕什么？出招！哦！啊！哎呦！小和尚，敢跟爷爷动手！啊！
哎呦，哎呦，姥姥，他有刀怎么办？地上有松球，捡一把。好。姥姥，砸的干嘛不用石头？你不是不杀生吗？快，用我刚才教你的那招，用中指运真力把松球弹出去，快点！打歪了。小和尚，耍大爷我呢？笨蛋，你没有两手指头啊！哦，您那是干什么？他死了，我和他的血治病，不行吗？他死了。吴先生，小僧实在不知道松球能伤人。小僧犯了杀戒，实在是罪孽深重。我要知道松球能杀人，我怎么着我也不会扔啊！臭贼徒，你内功高强，我吴老大技不如人，死就死了，你还说什么风凉话？什么松球不能伤人啊？这北冥神功我是知道的。哎呦，什么北冥神功啊？哎呦！今天是便宜了你这个小和尚。北冥神功本是不外传的，你能学会，也是缘分。吴老大，眼力不错呀，还能瞧出这手功夫。哎呦哎呀，你是谁？你不是哑巴吗？怎么说话了？给他服下。这是九转雄蛇丸。不错，你还真有点见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缥缈峰的什么人？我救你是因为我用得着你。我一心想抓你回去，和众岛主杀你立盟，你怎么用我？光明磊落，是条汉子。这是八荒六合，唯我独尊功。你是谁？童老的弟子吗？我刚才给你服了几粒药丸2粒。灵鹫宫九转雄蛇丸神效无比，何必要用2粒？再说，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也配服我2粒灵丹吗？那另外1粒是？看看你的玉堂雪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死符所在？你给我吃的是断筋伏骨丸。你不用惊慌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的，我还用得着你。
断筋伏骨丸是什么？就是让你全身软筋都断了。那是嘴巴不能张，舌头不能动，然后你只要给我乖乖的听话，我不催动，毒性10年也不会发作。吴老大，姥姥，吴老大不见了。吴老大，吴老大，姥姥，路来了。去这么长时间，你连路都打不过了？和尚，生火烤鹿肉。啊！哎呦，罪过罪过，不能杀生，不能杀生。午时到了。又吸血了。罪过罪过。行了，去把它给烤了。是。你怎么好像长大了？眼力不错嘛，居然看出我长大了。但身体好像没长大。天山童姥身材勇如女童，自然是长不大的。天山童姥，你是天山童姥？你当我是谁呀？姥姥我身如女童，难道你眼睛瞎了，瞧不出来吗？哎呀，我早该知道，我真是天下第一号大笨蛋呐！我以为你是灵鹫宫的小丫头，没想到你就是天山童姥。哎呀，我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哎呀，我该死，该死！哎呀，该死！你呢？你认为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以为你是个借尸还魂的女鬼。放屁！什么借尸还魂的女鬼？你明明是个小女孩，却偏偏让我叫你姥姥。要不是鬼魂附身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小和尚，异想天开。嗨，你有机会没杀我，现在后不后悔呀？啊？不错，我实在是后悔呀！我3次上缥缈峰，听过你的声音，可是我的眼睛被人蒙住了，没见过你的面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哎呀！不但你听过我说话，36洞72岛的妖魔鬼怪，听过我说话的人实在是不少。我要是不装哑巴，早让你们给杀了。你武功那么高，杀人不用第2招，我怎么抓你时，你不反抗啊？我还得谢你呢。那天正好有一个武功高强的仇人要来，
姥姥，我身子不适，正愁难以对抗。多亏你把我抓走，才让我躲过了这一劫。可是你抓住我之后，说我假扮哑巴，以种种无理手段对付姥姥。你还邀集36洞72岛的妖魔鬼怪，决心背叛我。你知道下场吗？姥姥，不知者不罪，不知者不罪呀！姥姥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我实在是不知道你是姥姥啊！我要知道你是天山童姥，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冒犯您呐！姥姥，饶命啊！姥姥，饶命啊！姥姥，站住！饶命啊！你去哪儿？姥姥，小僧这几天做了不少傻事，这就要告辞了。你做什么傻事了？姥姥，你武功威震天下，小僧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深浅的出手救你，让姥姥你笑话了，小僧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。你起来，再给我弄条路来。啊，是。小和尚，你确实救了我，不是做了什么傻事。天山童姥平生不向人道谢，但你救了我，姥姥一定回报。你这么高强的武功，何必用我来救你？姥姥所练的功，叫做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。这功夫威力奇大，但有一个不利之处，每隔30年便要返老还童一次。返老还童，这不很好吗？我看你这小和尚忠厚老实，又救了我的命，还和我逍遥派渊源极深。姥姥就告诉你吧，我6岁开始练这门功夫，36岁返老还童，花了30天；66岁返老还童，花了60天。我今年96岁，返老还童就得90天才能恢复功力。你今年96岁？我是乌鸦子的师姐，乌鸦子要是不死，今年93岁，我比他大3岁。这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是一门神奇无比的内家功夫，只是我练得太早了，6岁开始修炼，所以比别的女子身小，老是这样。哦，我听我师父说起过，说练手少阳三焦经脉就能这样。不错，少林派不愧是天下武学之首，连你这么个小和尚，居然也有这样的见识，不简单呐。我也是听我师父说起过。哎，姥姥，你今年返老还童会怎么样呢？返老还童期间，武功全失，修炼1天，功力恢复到7岁；第2天恢复到8岁；第3天恢复到9岁。每一天等于1年，每天必须喝鲜血才能练功。我有个死对头，他知道我功夫的练门，算出我返老还童的日子，要来找我寻仇。姥姥，我正愁没办法对付他。哼，正好，那个吴老大闯上山峰，把我抓走了。那天我正好练到第3天，功力只有9岁的，根本没法反抗，所以我只能装哑巴。前几天我一直找不到鲜血喝，要不是你，我再耽搁1、2天，真气胀裂出来，我就死了。我说你救了我，哪儿错了？那你恢复到96岁功力还需要85天，那就得杀85只梅花鹿或者羚羊。哼，小和尚这会儿聪明了。你武功虽然低，但是乌鸦子把他70多年的功力传入到你的体内，你现在好比是个大财主，
祖宗把万贯家财都传给了你，但是你不会花。姥姥我就教你怎么花。你练1个月，就能有点小成，勉强可以和我那个死对头较量。前辈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学别派的武功。什么少林弟子？你的少林功夫早让乌鸦子给化光了。那小僧就回少林寺从头练起。反正我是少林弟子。你。姥姥，鹿来了。今天鹿血喝过了，你把它给我宰了。不行，姥姥，这鹿这个……好啊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可以不杀鹿。但你要是不听，哼哼，你信不信？我把这山上所有的鹿都杀了。我信，姥姥，你把这小鹿放了。虚竹听你的吩咐就是了。你把鹿给我放了，一边待着去。是。你过来，我先教你心法。给他附上。虚竹师傅不杀生，从今天起，你也不许吃荤，只能吃松子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敢吃肉，姥姥，我知道。一边给我待着去。是。多谢姥姥不杀这只小鹿，小僧。行了，你别废话，赶快给我练功。哎，快点。太快了。这才是逍遥派的风格。
吞，吞。不错，你虽然悟性不高，但是终究勤能捕捉。姥姥，小僧这几天能学会天山折眉手这样高深的武功，全靠姥姥精心赐教。学会，还差得远呢。不过，你已经能使出3成功力的北冥神功，武林中的那些乌合之众，早就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姥姥，你的声音……我现在已经恢复到36岁的功力了，但是身子是长不大了。姥姥，你背后有一个……师姐，你在这儿好自在呀！吓我一跳，姥姥，你还有个师妹啊？啊！快别给我走！笨蛋，他就是我的死对头，快走啊！啊！师姐，咱们姐妹多年不见，怎么今天刚见面你就要匆匆离去呀？小妹算到这几天是你返老还童的大喜日子，特地到缥缈峰灵鹫宫看望你，想不到你竟然在这深山里陪一个小和尚。姥姥，怎么办？悬崖！往那边走。好。师姐，你还跑吗？你还往哪儿跑啊？放下去。姥姥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师妹，这是什么呀？掌门指环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哼，明知故问，当然是无崖子给我的。说谎！无崖子怎么会给你？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？快说！李秋水，逍遥派掌门人有令，还不跪下听候吩咐？掌门人，是你自己封的吧？违抗掌门号令，李秋水，你想背叛本门吗？姥姥，师姐，你是怎么骗无崖子的？还是跟小妹说了吧？你同门师妹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！禽兽不如？你看，这就是他给我的，这个仇我能不报吗？没错，你的脸是我画画的，可我练功有成。26岁那年，本来可以使身子大小恢复正常，是你，害得我走火入魔，结果到现在，我的身子一直都是这样。这个仇，我能不报吗？二位施主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小秃驴，你找死！李秋水，我今天落到你的手里，随你怎么报复。可是这个小和尚，他是无崖子的忘年之交，你要动他一根毫毛，无崖子绝不会放过你的。还在撒谎！师兄要是还活着，这个掌门指环怎么会在你的手中？
小和尚跟我无怨无仇，杀不杀他倒是无妨。姐姐，我这里有2颗9转雄蛇丸，你还是服了吧。你要杀我就快动手！想让我吃断筋伏骨丸，休想！姐姐，小妹对你一片好心，我看你还是吃了吧。小和尚，快在我天灵盖上击一掌，送姥姥归西，省得受这贱人凌辱。哎，你既然想死，让我成全你吧。北冥神功。把我交给他吧，也许他能饶了你。不能见死不救。师姐，你就这样死了，太便宜你了。佛祖保佑，这棵大松树救了咱们。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姥姥？快点给我点血止血，然后把腿上给我裹好，免得留下血迹，被那贼贱人追来。我和那贼贱人仇深似海，他不见到我的尸体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可我还有60天才能恢复神功，这60天，我们该躲到哪儿去呢？少林寺啊，姥姥，这不用怕，少林寺离这儿太远，咱们去不了。离这儿最近的就是西夏，可西夏那贼贱人就是西夏的皇妃，她要是动用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一起搜寻，咱们就真没处躲了。姥姥，那咱们就在这深山中找一个山洞躲起来，怎么样？没用，他肯定会先搜山。你解开乌鸦子真龙棋局，第一子下哪儿？第一子啊，第一子是小僧闭着眼睛瞎下的，自填一眼，将自己的棋子送吃了一大片。是啊，几十年来，不知道有多少聪明胜你100倍的人，都解不开这个真龙。那是因为自寻死路的事，谁也不会去做。走，往西边去。啊？去哪儿？置之死地，而后生。姥姥，往西是西夏呀。你不是说你师妹是西夏皇妃吗？那咱们这么去，岂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死也想不到。多谢了。看什么？快点走！哎，帮我放那边，快！
尚，记住了，天山折梅手虽然只有6路，但是包含了逍遥派武学的精义，凭你的资质是永远学不全的。现在你算是入门了，以后学到什么程度，就看你自己怎么努力了。姥姥，我学这路武功，开始是为了不让姥姥杀小鹿，现在是为了不让别人杀姥姥。等姥姥你功力恢复了，我就回少林寺，重新练我们少林的本门功夫，把你教的那些都忘了。小和尚，你这是舍玉取瓦，让我大开眼界。你这是难得的笨，臭和尚死也忘不了本。行了，找个地方休息休息，晚上进灵州。走吧。西夏皇宫，皇宫，咱们蹲下，蹲下，快！我们来皇宫干什么呀？李秋水看不透我的尸体，他把地皮翻过来也要找到我的。这方圆2000里内，可能只有一个地方他不会去找，就是他家。不得了了，这可不得了了！哎，嘟囔什么呢？快走！快！进去。好。下去，快点！姥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是粮仓吗？这里是皇宫的冰窖。走，到下面去。这是冰窖的第3层，那个贱人再聪明也找不着咱们了。
在这儿练功还不错。御厨房里面应该有不少活鸡活鸭。不行，鸡鸭猪羊的血没什么灵气，不如梅花鹿和羚羊。走，咱们去御花园，捉些仙鹤、鹦鹉什么的，我喝血，你吃肉。啊，不成不成，姥姥，小僧是佛门弟子，绝不能杀生吃荤。姥姥，你现在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小僧告辞了。你去哪儿？小僧回少林寺。做梦！你得陪我到神宫回复，杀了那个贱人才能走。姥姥，我知道我劝你，你一定不听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反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修道苦志，当念往劫，舍本逐末。念什么呢？啊？菩提达摩的《入道四行经》。达摩不是你们少林寺的老祖宗吗？我以为他有什么通天彻地的本事，原来也是个婆婆妈妈、没骨气的臭和尚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把逍遥派所有的神功都传给你，到时候你就是天下无敌，都比做和尚强啊！众生无我，苦乐随缘，纵得荣誉。这天下历来以强欺弱，你武功这么差，肯定受人欺负。你想过快乐的日子，你就得当天下第一强者不可，你知道吗，笨蛋？世人常迷，处处贪著，明知未求。禅师悟真，三界皆苦，苦乐随缘，心无增减。经曰：逢苦不忧，实达故也。有求解。姥姥，你练功不是只要一只吗？干嘛多杀一只啊？我是好心给你吃的呀。你这佛家戒律不使荤腥，这戒是破了吧？破一戒，再多破几戒也无所谓了。我就是让你当不成和尚。荤腥都尝过了，还念什么经？小僧是被人逼迫的，不是自愿的。
不算破戒。那依你的意思，我要是不逼你，你就不会破戒。绝不会。好，那咱们就赌一赌，我再也不逼你了。能不能给我点豆腐吃？红烧肉、清蒸肥鸡、糖醋鲤鱼，这可都是宫廷御膳呐。阿弥陀佛，小子，宁死不吃。你说过不逼我的，你输了。臭和尚，你敢跟我天山童姥作对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让你知道你祖姥姥的厉害！哼！谁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好冷，这什么地方？
冷啊！好冷，好冷！抱紧我，抱紧我！抱紧我，抱紧我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佛门弟子要不要受淫戒呀？这是你自己犯的，还是姥姥我逼的呀？嗯，姥姥，别打岔！你这口是心非、风流好色的小和尚，你倒是说说，是你赢了，还是姥姥我赢了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疯了你！要不是你体内早有北冥真气，你这么一撞，小命就没了。小僧罪孽深重，害人害己，再也不想还了。哼！要是犯了戒的和尚都要自尽，那天底下还有几个活着的和尚？不但拜入了别派门下，背叛师门，又接连犯了杀戒、淫戒，还算什么佛门弟子？这婚戒守不守也是一样的。率性而行才叫真人，这才是好小子。是不是在做梦？要说是梦，可我清楚的知道你在抱着我，我还可以摸到你的脸、你的胸膛，还有你的手臂。可要说不是梦，我怎么会躺在这里，突然间没有了衣服？
这个又冷又黑的地方，可在这个又黑又冷的地方，却有个你在连着我，等着我，爱着我。我是……不要说，我好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一出口，这梦就醒了。你是我梦中的情郎，孟郎，孟郎。孟郎，你的心为什么跳得那么厉害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跟你一样，又是快活，又是害怕。我玷污了你冰清玉洁的身子，死1万次也报答不了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是在做梦，不用害怕。你是我梦中的仙姑，我就叫你梦姑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你是我的孟郎，我是你的梦姑。像这样的甜梦，我们要做一辈子，永远都不要醒。你想知道夜夜跟你相会的梦中姑娘是谁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那是真的吗？不是做梦。梦姑，姥姥，你告诉我她是谁？真想知道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容易呀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晚辈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前辈才好。我不要你报答。等我的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练好之后，就去找李秋水那个贱人算账。可是我现在断了一条腿，不是他的对手。万一我死在他手里，就没办法带那姑娘给你了。除非怎样？除非你助我一臂之力。小僧武功低微，你又能帮得上什么忙呢？从今天起，我再教你一套天山六阳掌的功夫。等我和那贱人斗到生死关头，你只要打那贱人一掌，他就会真气宣泄，必死无疑。我虽然犯了戒，做不成佛门弟子，但要我帮他杀人，这种违背良心的恶事，我可万万做不得。姥姥要小僧相助一臂之力，原本是应该的，但如果因此你杀了他，小僧却是罪孽深重，从此沉沦万劫，不得超生了呀！臭和尚！你这和尚早就当不成了，还存着和尚心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像李秋水那种贱人，杀了他有何罪孽？就算是大奸大恶之人，也应该教诲感化，不能随便杀人。好了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杀不杀都随便。那个和你睡觉的姑娘，你就别想再见她了。为了那个小美人儿，我看你还是答应了吧。
要小僧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而去伤害他人性命，这种事小僧绝难从命。就算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，也是我前世注定的因果，缘分已尽，无可强求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所因所构，缘尽还无，得失随缘，心无在。我再问你，你到底练不练天山六阳掌？阿弥陀佛，请前辈见谅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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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你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，滚！既然这样，请前辈自己多多保重，晚辈不能再伺候您了。说走就走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已经中了我的生死符了。生死符一旦进入体内，永无解药。乌老大那帮畜生反叛缥缈峰，就是不甘心受生死符所制，想到灵鹫宫道德破解的方法。哼！老了我生死符的破解方法，岂能让他们得到？生死符的“生死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你懂了吧？嗯，懂了，懂了。所谓生死，就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天山童姥恩怨分明，有奖有罚。你救过我的命，跟吴老大那帮畜生大大不一样。我把生死符种入你的体内，那是罚；可是我再给你解开，那是赏。咱们把话说明在先。如果你想以此为要挟，让我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小僧宁死也不肯看不出来，还是条硬汉子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生死符一发作，一天比一天厉害，奇痛巨痒，周而复始，永无休止。每年我派人去巡查各洞各岛，就是赐给吴老大他们镇痛止痒的药。哼，我说过，你跟吴老大那帮畜生不一样。我在你身上一共中了9种生死符，我可以一起帮你解去，斩草除根，永无后患。姥姥，多谢姥姥，多谢姥姥。要除去这生死符的祸胎，就得用掌心内力。我这几天不能为你消耗元气，我教你些运功出掌的法门，你自己化解吧。是。吴老大这帮畜生，人品虽然差，武功却着实不错。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以内力化解我的生死符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种入他们体内的生死符，不但种类各不同，所使的手法也完全不一样。你体内这9种生死符，就得用9种不同的手法化解。你知道这生死符是什么东西吗？不是一种暗器吗？不错，是暗器。可你知道是什么暗器吗？
我身上中了9种暗器，虽然又疼又痒，摸上去却无影无踪，身上也没有伤口流血。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生死符，拿去好好看看。哎呀，不见了不见了！坏了坏了，姥姥，我又中毒了，又中了。我给你的生死符其实就是块薄冰，明白了吧？怪不得不见了。你在手中放一些水，然后倒运内力，因掌心中发出来的真气冷于寒冰数倍，清水自然凝结成冰。不错，学得蛮快的呢。你一张生死符中，在右腿膝弯内侧阴陵泉穴上，你右掌运阳刚之气，左掌运阴柔之力，以第7种手法缓缓抽拔，连拔3次。便将这生死符中的热毒和寒毒一起化解。明天中午我的神功就要练成了，今天我要好好定下心来静思一番。你别打扰我，以免乱了我的心思。师姐，你怎么不出来见见我？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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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姥姥，他找来了。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他找到我们了。他虽然知道我进了皇宫，但是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。西夏皇宫有几千个房间，就算他找上10天半个月，也未必找到这儿的。放心好了。哦。再说，等到了明天，咱们就不用害怕了。师姐，师姐，你出来见见我。小妹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师姐，师姐，你在哪里呀？你还记得我们的师兄乌鸦子吗？他说要见见你，有话要对你说。师姐，你不出来见见我吗？师姐，我们的师兄乌鸦子就在这儿等着你呢。乌鸦子老前辈早就先去了。哎，姥姥，你别上他当啊！你放心，他是在用传音搜魂大法想逼我出去。他提到乌鸦子，只是想扰乱我的心神。我怎么可能上他的当呢？要吗？
没用的，这是靠内力发出的声音，连3层冰窖都能穿透，更何况你的手？你静下心来，把他的话当成驴叫就是了。姥姥，现在是你功德圆满的重要时刻，这么重要，听到这些话，不是要分心的吗？你现在才知道啊！这贱人就是算准了时间，知道我练功一成，他就不是我的对手，所以竭尽全力来干扰我。那就暂时放下别练，行不行？在这样厉害的外魔侵扰之下，再练下去，那就有点危险了。你宁死都不肯帮我对付那个贱人，何必又来关心我的安危呢？我虽然不愿帮姥姥害人，但是也绝对不允许别人加害姥姥呀。傻小子，好了，别干扰姥姥练功了。哦。你出来，出来！你抱住我，哦，再抱紧些，你亲我，亲我这。他怎么说这种话？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臭婆娘，你真不要脸！我师弟从来都没喜欢过你，他喜欢的是我。这样无耻不要脸的勾引他！别喊了！真不要脸，臭婆娘！你上当了，姥姥！我师弟在我18岁那年亲手给我画了一幅画，70多年来这幅画像朝夕陪伴他，跟他寸步不离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？啊，臭婆娘！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假话？难道他已经走火入魔了？难过了吧？胡说！师兄只爱我一个人，他是不会画你的画像的。你这个矮子，你骗人！你不要脸！师兄怎么会爱上你？你真不要脸！你以为师兄真的喜欢你吗？对，我是个矮子，我没你窈窕漂亮。可是我师弟早就明白了，我到老了都是处女之身。可是你呢，天生就喜欢勾引英俊潇洒的少年，你根本就是一个骚货。嘿嘿，咱们姐妹几十年没见了，姥姥应该好好亲热亲热才是。就怕你一个人不敢亲我。姥姥是故意激怒李秋水，引他进冰窖，看来是要跟他拼了。这李秋水生性骄傲，肯定不愿意借别人的力，非要和姥姥亲手算账。只可惜姥姥的神功还没有完全练成，现在这么一闹，很可能有性命之忧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妹妹，咱们也该叙叙旧了吧？这是自然。不过你除了被我打伤了一条腿，别的还没变呢。师妹，你也一点没变呢，怪不得师弟从来都没喜欢过你。神功还没有练成，又伤了一条腿，肯定会吃亏的。不行，我得上去看看。你到底是谁呀？给我出来！呵呵，那是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，人称粉面郎君武潘安，想不想见见？我长得这么丑，怎么会成了粉面郎君武潘安了？哼，姥姥又在拿我取笑。哼，胡说八道！我已经是88岁的老太婆了，难道还会喜欢什么小儿郎吗？粉面郎君武潘安，
我看多半是背你到处跑的小和尚吧？是不是啊，小和尚？孟郎，你是小和尚吗？居然有人把你这个风流倜傥的少年说成是小和尚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孟姑跟我说的话都被童老听见了，这些话怎么能被别人听到呢？哎呀，只怕多半是，或许我……孟郎，你快回答我，你是小和尚吗？啊，孟郎，不是。好了，孟郎，你别急呀，过几天你就能和你的孟姑相见了。这些天呐，你的孟姑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坐立不安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不想她呀？啊，我想她。孟郎，果然是个风流少年。你上来呀，让我也瞧瞧你这风流浪子是个什么模样。我只是个丑和尚，怎么说得上是风流浪子呢？哼，这不是笑死人了吗？姥姥大敌当前，还有闲情拿我开玩笑？也许是有什么特别用意吧。贱人，竟敢偷袭我！师姐，师妹这招怎么样？还望师姐指点一二。往哪里逃？姥姥，快，第二种法门出招！什么？你是谁？怎么会用天山六阳掌？谁教你的？什么天山六阳掌？你还敢不承认？第二招阳春白雪和第7招阳关三叠，都是本门不外传的秘技，到底是从哪儿学的？快说！阳春白雪，阳关三叠。这位孟郎既负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之名，种种纨绔子弟的勾当无所不会，无所不精，因此才投合无崖子师弟的心意，收他为关门弟子，诛灭丁春秋，清理门户。孟郎，这话是真是假？我姑姑问你话，为何不理？啊，我。好，这招阳阁勾天，内力既深，用的也熟。我师兄无崖子把他所有的武功都传给了你，是不是？不，他是把功力传给了我。既然我师兄已收你为弟子，为何不叫我师叔？好，我叫你师叔。童老是我师伯，你是我师叔。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别再深仇不解了。过去的事，就不要再计较了。孟郎，你年纪太轻，这个贼婆子用心险恶，你到一边待着去吧。师妹，姐姐这招如何呀？指点啊！不要先动手！小贼，你敢跟我动手？不是，姥姥，我劝你念在同门之谊，手下留情吧。孟郎，我没伤着哪里，你闪开！滚开！
你练成了白虹掌力呀！姥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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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这个贼婆娘奸诈的很，我这一掌未必打得死她。姥姥，你还说他没死，连气儿都没了。我倒不信。你好狠的心呐！姥姥，姥姥，师姐，你真的死了吗？姥姥，我可不信。我这一生在你手下吃苦太多，你休想用装死来骗我上当。他已经死了，你还下此毒手！我不跟你斗，只求你别碰姥姥的尸体。臭小子，北冥神功，敢袭我功力！臭小子，敢坏我好事！姥姥，你没死啊！你们别打了，着火了！住手啊！不要再打了！贱人，还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。要让你比我先死！师叔、师伯，你们别再打了！呀！哎！
师伯，小和尚，千万不要运气，否则自寻死路，知道吗？师姐，反正我们两个老太婆已经没有功力了，你就放孟郎走吧。多嘴！我做事要你管吗？小和尚，我本来是想放你，可是他想做好人，我偏不放了。你是死在他这句话下的，知道吗？师伯，师叔，你们两个别再打了，我好热呀！我好热呀！我好热呀！咱们三个人死里逃生，这下万万不可再打了！不行不行，别打了！见人不死，我绝不罢休！师伯，师叔，不死不休！二位，哎呀，不可呀！哎，师叔师伯，你们肚子饿不饿呀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呀？这样就好了吧？那我去找点东西吃啊。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再打了啊！不要再打了。师伯今年已96岁，师叔也有88岁了。这么一大把年纪，竟然如此看不开，火气都这么大。我看我还是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在这里守着他们吧。贤侄，把画拿来给我看看，我就不信师兄会画这个贱人。哦，别给他看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要是气死了这个贱人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哼，好，那我不看也罢。你既然不想让我看，只恐怕画中的肖像并不是你。师兄丹青妙笔，怎么可能画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侏儒呢？你贱人！你说我是老太婆，你终于不行了吧？师伯、师叔，你们两位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别再劳神了。不行，师伯，嘿，快，把这管子弹到天上去啊！快！不好，这是师伯的信号啊！师叔，
师叔，不好了，师伯有帮手来了，让我背你逃吧。来，师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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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伯，他死了。小贱人死了，我大仇报了，他比我先死了。参见尊主，属下来迟了，真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你们以为我死了是不是？谁也不把我这老太太放在心上。哼！没有人约束你们，你们就能无法无天，逍遥自在了，是不是啊？属下不敢。不敢？要是你们把我放在心上，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呢？自从老尊主离宫之后，其实属下个个焦急得不得了。放屁！是。看你们几个风尘仆仆的来找我，这3个多月也吃了不少苦吧？能为尊主效力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练功未成，又遇上了贼贱人，被他打断一条腿。幸好有我师侄虚竹相救啊！先生大恩大德，小女子纵然粉身碎骨，也难报万一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各位姐姐，起来！他们都是我的奴婢，你怎么能自恃身份？不敢当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咱们那只宝石戒指被那贼贱人抢了去，你去拿回来。哦。你是逍遥派的掌门人，我又已将生死符、天山六阳掌、天山折眉手的功夫都教了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缥缈峰灵鹫宫的公主，缥缈峰9天9步的奴婢，生死都由你。姥姥，这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姥姥，什么万万不可？还不快向新主人叩头！叩见新主。这个不行啊！这个我怎么能做你们的主人呢？啊！我都快死了，你还不答应吗？姥姥，这个我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不想见那个孟姑了吗？啊！你想见她，就得答应我做灵鹫宫的主人。好，来，去把那幅画拿给我，让我撕烂了。我了无牵挂，就会指点你去见孟姑。姥姥，你看。不是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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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他。
尊主，尊主。师姐，终究还是你先死一步，到底还是我胜了。你没死啊？我怎么会在他之前死去呢？贤侄，把那幅画拿来给我瞧瞧，我要知道这老贼婆子为什么又哭又笑的死去。哦。你们这些影主之光，也敢跟日月争辉吗？别打！贤侄，你师伯的武功是很好的，只是有时候他不大精细。他的救兵一到，我哪里还有抵抗的余地？自然只好诈死。哼，他终究是死在我前面了。他这种死法却是装不出来的。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一个说不是他，一个说是他？这画上的女子到底是谁呀？是他。师叔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他嘴角边有一个酒窝，眼睛旁边有一颗黑痣，是不是？哦，是啊。这是我小妹。啊？是你小妹？我小妹长得跟我十分相似，只是她有一个酒窝，我没有；她有一颗黑痣，我也没有。哦，这老贼婆子说师兄为她画了一幅肖像，朝夕不离。哼，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。唉，只是没有想到。这画中人竟是我小妹呀！到底这幅画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是乌鸦子老前辈临死前的时候给我的。唉，师姐第一次看到这幅画，以为画中人是我。一来因为相貌甚似，二来因为我和师兄一直很好。何况当时师姐和我相争的时候，我小妹才11岁，她怎么会疑心到她呢？可是她全然没顾画中人的酒窝和黑痣。刚才师姐看到画中人是我小妹，不是我，所以她连喊3声，不是她。唉，师姐是喜极而去的呀。原来师伯和师叔都对我师父一往情深，我师父心中却另有他人，不知师叔这个小妹是不是还在人间？师叔，你的小妹
是不是住在大理无量山中啊？当年，我和无崖子师兄住在大理无量山剑湖之畔的石洞中，逍遥快活，胜过神仙。师兄，我就在这儿，你为何不看我？哦，好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聪明绝顶，却也是痴情绝顶。你为什么爱上你自己手雕的玉像，却不爱这个会说会动会笑会爱你的师妹呢？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心中真正爱的是我的小妹。师兄，你把洞中的玉像当成了我小妹，要不然痴情的你望着她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终于明白了，贤侄，我有个女儿，是跟无崖子大师兄生的，嫁到了苏州王家。如果你有空，哎，算了。师叔，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算了，他是不是活在人间，尚未可知。更何况，我连自己的事都管不了。师姐，我们俩都是可怜虫，都被那个无崖子给骗了，被他骗了。师叔，新尊主，你看，我们要不要把老尊主送回灵鹫宫隆重安葬？好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这位是你们尊主的同门师妹。他们生前虽然有仇，但是此时仇怨已解。我看，不如把她也运回去一起安葬了吧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，谨遵吩咐。请问，不知该怎么称呼？老尊主叫我小鱼，你尊主随便称呼我就可以了。我不太习惯别人叫我尊主，以后大家平辈相称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从今以后我们就改叫你主人吧。还不赶快叫主人？是主人。好吧，那我们上路吧。好，上路。赶快去召集附近姐妹们，速来拜见新主人。去吧。是。你呢？速回宫报信，让留守的姐妹们也来拜见新主人。是。小心呐！启禀尊主，36洞72岛的人大胆造反，正在攻打本峰。郡天部不少姐妹被他们所伤。那可怎么办啊？主人，这是郡天部的程姐姐，只怕她性命难保。程姐姐，醒醒啊！醒醒啊！他应该没事了。多谢主人救命！各位施主，快请起！不对，各位女子，哎呦，不对，反正快请起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平息叛乱，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是，谨遵主人吩咐。是啊，就听主人的。你们几个护送老尊主，其他的人跟我上缥缈峰。是。快请起，不用多礼了，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走。天梭桥被人砍断了，怎么过去呀？大家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玉婆，借我见识一下。主人，你要小心点。大家在这儿歇一歇，我去前面看看。
驴婆婆，主人回来了吗？梅竹二见。等我们回去以后，有了时间，我们再慢慢说吧。好，我给你们打开机关，接你们过来。说，老贼婆藏宝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？说，说不说？云道主，有话好说嘛。说，你这样对一个妇道人家，会不会太无礼啊？我出手一定要倾斜，千万不能再杀人了。臭贱人，再不说我打死你！段公子，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。说不说？你知道当初这帮臭贱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吗？风水轮流转，我今天让这帮臭女人知道我的厉害。叫你嘴硬！我乌老大岛上有17种刑具，我要在这帮臭女人身上一件一件的慢慢试。说呀你！哎，我听说黑石洞岛上的刑罚比我们的厉害，不妨让大家开开眼界。对呀，让大伙来比划比划，看哪一道的刑罚能把这群贱人整得最惨。是不是还等着你们的童老来救你们呢？别做梦了，你们的童老已经被他的师妹李秋水给杀了。老大是谁的吧？老贼婆死了！胡说八道！尊主武功盖世，普天下谁能杀得了他？你编了这鬼话来骗我们，不过是想套出生死符的解药藏在哪儿？鬼话！我是亲眼所见。你们的童老已经在西夏普都城外送了命，不信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李秋水把童老剁成了8块，不是随手捡了1块。你仔细看看，是真是假？看呐，你们看清楚！你真不够意思，害得老子提心吊胆。就算他老人家先去了，你们的生死符照样解不了。1年之内，你们个个都要受尽折磨而死。你给我仔细听着，你要再不说出来，我先送你上路！臭丫头！臭丫头，说！再不说，我让你尝尝生死符的厉害！说！小秋，童老，我们是童老回来了！童老，在哪儿呢？别鬼鬼祟祟的，让包大爷来看看你的武功。哎，三哥，这家让给我，我来领教天山童姥的厉害。三哥、四哥，多谢英雄相救。
不用，不用。你们是军天部的姐妹吧？正是。你们阳天、朱天、昊天的姐妹已经到了接天桥边，你们赶紧派几个人过去接他们吧。多谢相告，走去接应八部姐妹。你们赶快坐下歇息，坐下歇息。童老，别躲躲藏藏的，我和你风四爷就在这儿，有本事出来，我们等着接你的招呢。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敢在这儿撒野？呀！小和尚，你捣什么乱？慕容公子，是这样。哎，吴老大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小和尚，童老来了吗？哎，吴先生，你刚才不是说童老已经仙逝了吗？再说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小和尚了，哎呀，说来惭愧。童老到底死了没有？是谁派来的呀？你先放开我！童老他确已仙逝，他的遗体已经运到了接天桥边。待会儿大伙儿就可以一同见到他的遗容了。小僧来这儿是给童老办后事的，各位都是姥姥的旧部，我劝各位不要再积怨恨，以前种种的什么仇怨就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一笔勾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这么说呀？各位，就算跟童老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人都死了，就不要再怀恨了吧。口口声声老贼婆，未免也太难听了吧？哎，吴先生说的对，童老确实死在他师妹李秋水的手下。哎，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姥姥她老人家虽然武功盖世，最终也难免功散气绝，化作黄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。吴老大，放开！再不放开，我要你的命！好小子，算你狠！我吴老大记住今天的事儿。吴老大，来日不论你出什么题目，接着就是了。哼！这不是王姑娘的画像吗？哎，可惜我没有这么一幅王姑娘的画像，日后和她分手，朝夕和画像相对，倒也可以稍微相思之苦啊。小秃驴，老贼婆临死之前都跟你说些什么？你是问姥姥临死之前说过些什么？对。他说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大笑了3声，然后就咽气了。什么他妈的不是他，哈哈哈呀！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臭小子？这位前辈，你提到他老人家的时候，最好稍存敬意，不要胡言乱语。我就要骂他老贼婆，怎么样？我砍死你！阁下为何出手偷袭我？这位小兄弟怕是唯一知道如何解生死符的人了。兄要是一时兴起，把他杀死，众位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催起命来，老兄
如何交代？老子要杀就杀，关你屁事！小兄弟，童老临死之前，除了说不是他和大笑3声之外，还说了些什么？这个，小兄弟，童老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卓不凡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哎，你当真不说？不好说。我这门派中，就只老夫孤家寡人一个。自会剑门3代62人，33年之前，便给天山童姥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些人武功了得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招到我的门下，日后光复大燕国就更有实力了。小兄弟，我这几招剑法传给你如何？卓先生，童老的遗言只跟我一个人有关系，还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，但是跟在座的各位实在是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的剑法虽好，我不想学。快走！快追！竹剑，你先从密道回离旧宫，把机关打开，封死厅门，把这帮探贼一网打尽。记住，大厅里有个叫虚竹的，是我们的新主人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这个小兄弟，你的心事我全知道，郎才女貌嘛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样吧，由我全力主持，将这位姑娘配了给你做妻房，即刻在此拜天地。今晚便在灵鹫宫中入洞房。卓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您千万别误会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何必怕羞呢？这事儿报在老朽身上。段公子，王姑娘，你快躲开，让我打他一阵子。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你居然不自量力，来做护花之人。小兄弟，看中这位姑娘的人可着实不少啊！我先动手给你除去一个情敌，如何？哎，不可！段公子，你怎么样了？段公子，我希望你和慕容公子百年齐眉，白头偕老。卓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段公子是好人，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。段公子，母亲，段公子。哎，你的伤是皮外伤，2、3天就好了。王姑娘，你是为我流泪吗？我段誉有今日，就算他在赐我实剑，也是值得的。臭小子，你太多事了啊！别！哎，卓先生，
卓先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！小僧行事鲁莽，还望先生海涵。佩服！不，佩服！不，对不起。站住！灵鹫宫这地方是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的吗？奴婢迎接来迟，请主人恕罪。姐姐快请起。奴婢逐诫禀告主人，现在灵鹫宫的大门已封闭，各处机关均已启动。这些大胆造反的奴才如何处置？请主人发落。我臭小妞，发什么野？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灵鹫宫的人下手真硬，要不是我躲得快，我的胳膊就完了。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你们这两个叛贼，还不乖乖扔下兵器，听候主人发落！发落？刚才是谁躺在地下等着发落？不是我们吧？哼，奶奶的，这灵鹫宫处处透着邪门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本事！好，那今天就成全了你们！追！发作了，没有童老的解药，他是必死无疑呀！使不得！我好了，我身上的生死符解去了。恩公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这可不敢当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哎呀！求恩公给我破解生死符！你们都起来啊！快起来啊！你们都起来！徐先生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！大家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再磕头了，咱们就请虚竹先生戒毒救命吧。主人答应给你们解除生死符，那是他老人家发慈悲。可是你们大胆作乱，害得童老离宫下山，在外仙事。你们又来攻打缥缈峰，害死了不少姐妹，这笔账又如何算？这位姐姐说的对，我们罪孽深重。虚竹先生，我们甘愿受到你的责罚。我收阵！老四，我挡着他们，你去接公子和王姑娘出来。好。招降！怎么还不走？走不了了，军门被封死了啊！甘受虚竹先生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。竹简姐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些都不是好人，害死了军天部那么多姐妹，非叫他们偿命不可。姑娘，我们做错了事，现在已经是后悔莫及了。求姑娘大人大量，向虚竹先生美言几句，美言几句。这些朋友要来攻打缥缈峰，小弟一直极不赞成。只不过说干了嘴，劝也没有什么用。现在小弟要向仁兄讨个差事，就由小弟来责罚他们一番，如何？好啊，
段公子，你是读书人，懂得道理多，你肯出面料理，小僧感激不尽。好，众位所犯过错实在太大了，在下定的罚则一定不轻。第一，大家必须在童老灵前恭恭敬敬磕8个响头，忏悔前非。磕头之时，倘若心中咒骂童老者，罪加1等。这条罚得好。 800个都行啊！第二，大家必须在君天部诸位死难姐姐的灵前磕头，默念忏悔，还得在身上披块麻布，扶丧致哀。我们一定照办。第三，大家必须永远臣服于灵鹫宫，不得再生异心。虚竹先生说什么，大家便得听从号令，不但对虚竹先生要恭敬，对灵鹫宫的姐姐妹妹们。 也要客客气气，化敌为友，不得再动刀动枪。倘若有哪位不服的，不妨上来和虚竹先生比划比划，看是你厉害，还是他高明。段公子定的3条罚章，我们一一照办。段公子给我们定的惩罚简直太便宜我们了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了。在下定的这3条罚则怎么样？ 太好了，谢谢段公子。主人，你是灵鹫公主，不论说什么，弟子们都得听从。你气量宽宏，饶了这些奴才，这是他们的运气。我还有几句心里话，不知道。 该不该说？36洞72岛一向是缥缈峰的下属，尊主有什么吩咐，谁也不敢违抗。段公子定的3条罚章真是宽大之至啊！尊主另有什么责罚，我们甘愿领受，甘愿领受。在下年轻识浅，只不过是承童老只练了几手功夫。 尊主2字，实在是愧不敢当。我有2点意思，这个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，还请各位琢磨琢磨。尊主真是宽宏大量，赦免了我们的重罪，又对我们这般谦和，我们众兄弟愿肝脑涂地。对，尊主有令，就请吩咐。哎，是，在下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请诸位不要这个见笑啊！第一嘛，在下出身少林寺，本来是个小和尚。诸位以后行走江湖之时，请不要向少林弟子们为难，这是在下的一个请求啊，不是什么命令，不是命令啊！尊主有令。 今后我们众兄弟在江湖上行走，碰见少林寺任何师傅，不可得罪，否则严惩不赦。遵命。在下真的是感激不尽。这个第2件事呢，就是请各位体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我佛慈悲为怀，今后不要动不动就伤人啊、杀人啊，和气为贵嘛。君主有令，灵鹫宫属下众兄弟不可随意伤人，否则严惩不贷。遵命。在下当真是感激不尽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今后各位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的话，那也是你们自己的功德善业，必会有无量福报的。哎，竹简姐姐，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平息，那就请你把大门的机关给撤了吧。是。吴先生，你的生死符种在哪里？我先帮你拔除了吧。多谢尊主。哎，吴先生，快请起。对了，你上次那个肚皮上的那个眼下我们不宜多数强敌，再和灵鹫宫结缘，
得快去把那2个人叫进来。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把这个毒解了才好。各位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走。恭喜兄台执掌灵鹫宫一派。今日在下我等不慎得罪了缥缈峰，好生惭愧，还望兄台海涵，不至以怪罪于我。哪里，公子文武双全，英雄了得，在下很是仰慕。今天一切都是误会，哪谈得上什么罪责呀？那就好，在下还有要事要办，就此告辞，就不多叨扰。走吧。慕容公子，请留步。怎么，虚竹先生有什么指教吗？啊，不，我哪敢有什么指教啊？我只是想，这个想请公子在这儿多待些日子，也好向公子多多的请教。哼，在下知道虚竹先生身怀绝技，但我自命还有些本领，还不至于怕了你。既然虚竹先生想留下我等请教，那么就请你现在出手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留下我。不，公子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这个，我这个人笨得要命。我看小师傅留我们是假，要留美人是真吧？你何不直说想留下王姑娘呢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我留什么美人啊？这和王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小兔贼，少装傻！你逼迫着大大小小100名女子做你的妻妾情妇，还嫌不够啊？你竟敢打我家王姑娘的主意！我告诉你啊，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，你癞蛤蟆莫想吃天鹅肉，死了这份心吧你！我没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走。哎，公子慢走。怎么？阁下还想亲自指点几招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我，哼，走。哎，王姑娘。段公子，再见了。是，再见了。哎，不，王姑娘，我还是跟你走好了。哎，尊主。要让他们就这么下来缥缈峰，咱们多没面子啊！请尊主下令拦截他们。不用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他为什么忽然之间生这么大的气？兄台，你我是同病相怜呢。
同病相怜。哦，段公子深爱王姑娘，却又不能和她相伴，正和我跟孟姑一样啊。段公子，你又是怎么知道我跟他的事情啊？啊？你随身都带着王姑娘的画像，这份情谊谁还看不出来呀？啊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这种事情堂堂正正，情之一物，只讲缘分。这一别之后，只怕无缘再见到了。兄台，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呢。是啊。佛说万法缘生，一切都讲缘分。没错啊，那缘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。一别之后，茫茫人海，到哪儿去找去啊？公子爷，不用长吁短叹，这些江湖人未必会真心归附于那个小和尚。来日我们兄弟再去拜会他们一下，我想会有不少人愿意为公子爷的大业效劳的。机会已失去，就再难抓住了。本想利用这次机会，让这些人为我所用，谁知半路杀出这个小和尚。最可恨的是段誉那小子，装疯卖傻，处处使我难堪，真恨不得杀了他。表哥，你错怪段公子了。他这人虽然有点傻头傻脑的，但人还是不错的。他绝对不会故意给你难堪的。私下里，他总是跟我夸赞你。谁让他来夸赞我？两位，你对段誉的印象不错吧？还说私下里，你们两个私下里常在一起吗？难怪你们刚才告别的时候依依不舍的样子。表哥，你冤枉我。争来争去，咱们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依我看，要想做丐帮帮主，首先要在武功上一压群雄。咱们不如在这儿设个擂，谁能连胜10阵，谁就是咱们丐帮的新帮主。好，全都设擂。那就设擂吧。对，手底下见真章。谁有本事就上台，打赢了我们就由他做帮主。好，人呐，就依你。我看你对帮主的位子早就有意思了。来来来，先和老子比划比划。西长老太抬举我了，全冠清自问不是当帮主的材料。但为了振兴丐帮，全某愿竭尽全力辅佐一位少年英雄成为帮主。是谁？来，兄台，为你我二人的这份痴情，咱们再干一杯。好，来，干。出家人是不可以饮酒的。段公子，佛家、道家，万法只讲一个缘字。你我既然有缘，这酒戒，破就破了。
大漠祖师有言：“众生无我，苦乐随缘。”可是，在我心中，为师盼望这个“缘”字能够停的时间长一点。是啊，谁不是如此期盼呢？唉，有道是：得失随缘，心无增减。话虽如此，但谁又能修到如此境界？哼！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是在我心中，我始终对他念念不忘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。能，不管天高地远，我都会追随在他的左右。只要我心里有他，不管多远，都能够找到他的。来。